中央局势冲击国际能源，中油预估后礼拜油价起3块，14天来一礼拜起上济。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进入第2礼拜，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中东战事也咧拍伊朗红色荷姆兹海峡，国际能源是受到影响，国际油价来抢关。也咱中油是启动这个双平稳措施，预估后礼拜油价会起3块，旧五会到31.9块，也这是14天来一礼拜起上济。假日透早，就人先车到加加油，因为油价要大起，受中东战火拖烧，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和国际航运用要断气，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国际油价抢悬，中油预估下礼拜油价起差不多3块，创近14年来一礼拜起幅度新悬。计程车驾驶也反喊一礼拜油钱至少要加2500。它涨的话，我们平均我一天要1000块的油钱，因为我是汽油车嘛，当然要看里程啦，里程都跑得很多的话，要多差不多500-600块一天的话。油价涨的话，有一些东西的话我会跟着涨，对啊，所以赶快结束吧。中油启动双平稳措施，佮考虑亚洲附近国家的上提价。下礼拜92无烟汽油每公升30块4， 95无烟汽油每公升31块9， 98无烟汽油每公升33块9，超级柴油每公升18块1。针对外界烦恼油价抢悬存量问题，专家指出，台湾石油虽然有60%靠中东进口，但目前有100天以上安全存量。如果在1-2个礼拜之内就打完，那目前你看到的油价很快就会回跌，经济也会开始复苏。但如果这场战争打的时间比较久，比如说超过了2个月到3个月，超过了这些安全存量的话，它对经济的影响跟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现在全世界除了俄罗斯之外，再加上中东，所以呢，这一次的那个石油短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有可能会超过当时乌俄战争的程度了为分散石油中险风险，孙明就指出，应该加大对美国买石油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吴台金分析，中东战事若继续拖烧2-3个月以上，一定带动不计通膨，民众要做好心理准备，政府也要提早制定对策。记者综合报道。亚加斯讲嘛要起价，咱国内加斯的来源分别是台塑化、甲中油，也中部、中华分林部分地区轻湿啊，已经有起价。台塑化就宣布讲，3月加斯10公斤是起0.6块，10公斤来到21.81块。也中油迄边是强调讲3月加斯无要起，10公斤共款是20.01块，配合政府来稳定物价。车顶放一桶搁一桶的桶增加数，加速行师傅无闲处置，车多转来搁爱出门上加速，中东战火拖烧，带动国际油价升悬。桶增加数的传出化气的声音，像中华分林部分地区都已经起价。台北业者表示，无情无起，也毋过甲往年同期比，桶增加数需求量至少增加2成。其实应该说，小吃店他们的交量一直都差不多，但是居家住户的话，我们会一次可能就多叫个1-2桶，然后有点像备用的那种状态。经济经济部能源署表示，台北桶增加数平均每桶20公斤841块，已经伫要互面点业者食袂消。卖煎饼的店头指出，加速行今年已经起过2摆，这当家己吸收成本。基本上200到400。对，如果说以量的话来看的话，200到400一个月。比如说像有些餐饮业，它可能是快速炉的，那快速炉的你桶子越多，它其实快速炉消耗的越大。国内的桶增加数供气来悬，有中油、台塑化2大系统过去受疫情影响，中油要冻起，达到4年10个月，一直到去年11月，才个一摆起价。这摆台塑化首先宣布，3月起桶增加数每公斤6角，来到每公斤21块8角1。外界关心中油敢是第咧起，中油澄清配合政府稳定物价，3月计销无调整，维持每公斤20块01分。就是供给不足的情况啊，那所以呢，还是叫不到货。所以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你单纯的政府要压抑，透过松油说不涨价，那不能解决问题啊。
学者表示，中油中期汤仔庄加速建设只是拖时间，接落来面临供给不足、餐饮业者家庭住户首先影响，可见政府应应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好，中东局势是继续紧张，到3月初六，外交部已经协助调伫咧中东地区795位国人返来到咱台湾。也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讲，外交部是当咧甲当地政府协调，苹果讲用包机甲国人再倒返来，好想要离开中东地区真正无简单。都有调伫咧卡台台湾人讲哦，伊是先行陆地到别国才坐飞轮机，毋过呢，干那要对卡达行陆地离境，就真费心神。因为大家拢来抢车，车驶得真紧，途中要经过美军基地，滞留伫卡达的台湾人是小姐，因为一直听到偌济飞弹的声音，心里真惊，一心只想要离开中东地区，无奈卡达关闭空袭，真无简单，甲其他的台湾人同齐停着车，行着路赶去沙河地阿拉伯。他们一直拦截飞弹，但你还是觉得很不安全，跟办事处他们联系，但是他们的说法是说，就是目前还没有要撤侨，然后如果有意离开卡达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协助申请沙烏地的临时入境许可。休息区，感觉可以跟大家报个平安。顺利通关，印尼沙河地阿拉伯是小姐一群人才淡薄放松，对站休困，将物件只要。其实我昨天是帮忙安排了2台车，9个人一起逃走。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很难订到车了，就如果你要搭大巴的话，也都是满的。是小姐3月初3决定离开卡达，找其他8位台湾人同齐停车，也毋过无奈大家拢咧抢车，一直到初5下昼3点，才总算有车会当离开。半暝啊，去沙国首都离港着，外交部协助帮忙报销车费。初六暗时，小姐就坐飞机到阿曼，未来拍算先飞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再个回来台湾。有些人是他们飞来卡达是因为要转机去欧洲玩，所以他们就想要继续他们的行程。我自己是要搭飞机去阿曼，再从阿曼飞到亚洲，然后再想办法回到台湾。中东局势相关，行政院长邓英泰初六表示，当咧甲当地政府协商，伫双方同意过开放空袭，安全无顾虑之下，苹果以包机方式接回民众。外交部强调，目前优先协助滞留伫空袭关闭国家的民众，到有商业航班运行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約旦、阿联大公国坐飞轮机。现阶段是以优先协助滞留在空域关闭的国家，特别是卡达、巴林、以色列的国人。前往前述国家搭乘商业航班离境返台。外交部统计，到初六已经协助795名滞留咱国民众顺利返来，初七有计会阁有233名民众坐商业航空返来。未来会依据中东经济发展，随时调整护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美国甲以色列拍伊朗是进入第2个礼拜，以色列对伊朗甲黎巴嫩是大规模来轰炸，也伊朗射飞弹往以色列中部，并且伫咧波斯湾展开海上报复。好，美国总统川普就要求伊朗无条件来投降。毋过，根据华盛顿邮报报讲哦，罗西亚有提供情报来帮助伊朗攻击美军。也记者就问川普啊，毋过川普是无亲自来回应。透早嘛无啊讲的时，警报声伫耶路撒冷地区响起，伊朗初次对以色列中部发动前一波的飞弹攻势，地顶出现偌济了后剩的烟雾。以色列是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攻势，24点钟以来，向准超过400个军事目标发动精兵的轰炸，同时大大扩大伫黎巴嫩的战线，下令对贝鲁特南部实施已经所无的全区疏散，搁展开精兵的空袭，到达已经击跌黎巴嫩500外个军事目标。针对战况发展的态势，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发文，要求德黑兰当局无条件投降，佮讲明要参与挑选伊朗未来领导人，也展出和伊朗佮一摆伟大的战后重建计划。针对罗西亚提供情报帮忙伊朗袭击美军的报道，川普伫大学体育院的会议记者会用看袂起的态度。Sounds like the Russians are helping Iran target and attack Americans now. That's an easy problem compared to what we're doing here. I mean, but can I be honest? It's just,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you. You've always been very nice to me. What a stupid question that is to be asking at this time.
伊朗转来力量有望威胁全球的能源供应链。伊朗革命卫队称啦，讲已经升等美军伫波斯湾的雷达预警系统，搁对可为着附近海峡的油轮发动炸弹袭击。这场战争升动全球能源命脉。伊拉克甲卡达等国家的石油因为航运半水被迫停产，荷姆兹海峡高达油源关起来。As the Strait of Hormuz basically closed down and the inventories built up, that you would just constantly see an increase in price, and that's what we are seeing really from here on out. 北京大约有300架油轮调伫荷姆兹海峡两边，全球1/5的原油运量被迫停止。市场分析师警告，若外交调停继续陷入死局，随几个石油空间用了，这场能源危机会伫几礼拜内推动油价冲破每桶$100大关，甚至挑战历史高点，引起全球性的通膨风暴甲经济衰退。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来讲，深夜要到，已经有不少民众开始陪步。不过，台中今仔日所有几哪大公墓烧起来，其中大多第4公墓上界严重。初步统计是烧超过8500平方公尺。50外消防队员落去救灾，也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嘛出动来到拍火。另外，伫咧西屯第14公墓火哦嘛是烧几工，连边的军营这个山坪嘛受到牵连。空勤直升机在水地去到导火山那顶面，为空中倒水协助拍火。台中市大道区第4公墓星期早起10点多传出火警，虽然驻点公墓的消防队随着发现乌烟甲火点，也毋过因为大风帮助火势大火一块无法度收煞，也拖小到人员无法度去到所在。比较地势陡峭还有山谷的地方我们人员没有办法下去，那个火灾量蛮大的，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我们就申请空勤总队到达现场。起火原因我们初步研判是因为最近这2天天干物燥民众在扫墓的时候他们应该有燃烧金纸引燃了旁边的杂草。消防局统计，第4公墓甲4棵火山那烧的面积超过8500平方公尺。除了人员抢救，空勤总队直升机也出动10架次协助空中拍火。也毋过烧的范围实在伤大，加上大风一吹，火势就变大。消防队拍火拍甲皮皮喘。另外，位于东海西屯区第14公墓也发生公墓火警，大片墓区风烧甲乌麻麻，大火也烧至瓦近的军营。在跟民众宣导扫墓安全的时候，刚好看到后面有烟冒出来，然后后面就因为今天风比较大，就才扩散的烟烧比较大片。营区里面有一部分在烧，我们也有人进去协助灭火了。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相关导火原因有待调查，将对清明扫墓提倡4不1要原则：扑草莫烧，焚鬼莫乱弹，纸钱无烧，莫放炮啊，粪扫爱早走。那违规引火者，以消防法相关会当处3000块罚金，也恐惊触犯公共危险罪，呼吁民众爱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义金东店小人乡这项传统，用过捌长80几年，一直到民国76年才恢复举办。不论是捌摕过金氏世界纪录的八足金人、亚钢钉，也是讲王府礼仪、王尊文化、庙方，拢坚持爱完全按照古礼来为地方消灾度瘟。现场闹热滚滚，民众欢喜来参加这个活动。台南嘉义金东店，这条全长201.8公尺的八足金人亚钢钉，拿像大尾林伫街头巷尾踅来踅去，信众沿路队，就是为着要看这3年一课的闹热。坐在亚钢钉顶面的新堂，这种大场面是小人乡庆典上有代表性的。开馆了，较连续3天的这个闹景，闹景的尾工嘛是上介济人上介济上精彩的时阵，当阮亚钢头交令的时阵，交令完，阮游员做一个收刷的动作，搁来咱金东店外围搁靠3人，来做一个圆满的结束。事实上，小人乡的传承无简单，这是一个真完整的文王祭典。不过，这个祭典捌听过80几档，民国76年才正式举办。庙方强调，透过3年一课的盛会，闹王尊、王府、八足金人，完全照古礼，因希望会当互在地庄头的人合齐来办这个祭典。整个内底布置，包括整个流程的运作，包括人员的操作，
以及咱所有贵宾的所谓这个以王府来安尼规定来进行。南明所在吼，当然开发来时瘟疫足济，当时的医药无发达嘛，所以这老百姓吼，只有祈求讲上天的恩龙吼，来将这个瘟疫甲收回去。阮的这个重点是咧消除瘟疫。今年小人乡的活动，庄头的人拢真欢喜来参加。拜六这天有来小天的成桥，上无有80挂顶，孙庄的范围有嘉义17角头，兼行7个西港甲将军外围的24船庄。除了求平安，上要紧的就是甲过去庄头的精神甲感情，拢总捡倒转来。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好，虽然讲今麦惊细少，不过金东镇108行动，这个夜工地也是完全无受到影响。当一开放报名，拢爱用抢的。今年有200外囡仔来报名，爱用抽卡来决定讲谁会当参加。这个条件哦，一天爱行超过15点钟，拢总200公里，对囡仔对家庭来讲拢真硬到，不过嘛是抢袂做。这个夜工地啊，对细汉坐到大汉，一代传一代。饭店外的起床，今年夜工地行动的爸爸黄俊伟，先甲因老爸也的纪念品摕上车，一袋搁一袋，有的是家己准备的，有的是朋友寄付的。这是鸡龟，这是飞机，这搁有饼啊，搁有一寡闪亮亮的物件。阮搁有准备像囡仔喜的扭蛋啊，还是玩具毛巾娃娃。糖啊一定爱的嘛，红包，玩偶只要夹起来吼，囡仔个。全部一窝蜂。物件上车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去叫查囝起床。对拜好像比较。妈妈先简单帮妹妹拔头章，抹红日头拍上的面油，落楼甲出现的妈祖婆讲一声，就准备要开始规工的夜工地行程了。这嘛是透早3点外，其实为早起3点开始哦。108办演36天宫72地线的夜工地的行动，就开始陆续西装打扮哦。大家看起来是拢真爱困眠哦，因为可能2点外就爱起床，也毋过等一准时6点，因就将夜工地哦开始示警来分享因的祝福。全世界上长上侪人108人的夜工地行动，是用抽口仔来决定每一个人要办的时阵。服装画面嘛拢有讲究，准备的时间真逼，所以同齐出动10个化妆师来化妆。甲小无共，然后就画无共款的妆。囡仔伊嘛是真辛苦啊，点外就拢爱起来啊，爱到下暗7、8点，大家一直甲完成这个生命的任务啊。虽然即马少子化真严重，也毋过想要真做108夜工地的行动之一，嘛是真竞争。阮这个行动只要是公开阮的几乎拢是秒杀啦像今年就大概200外个人来参加，参加已经超过108个嘛，所以讲咱就用溜口的方式。对假白开始小人线施工的示警，逐工早起6点上夜工地，到暗时7、8点才会当落夜工地。对行动佮家长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囡仔会忝，大人嘛做忝，因为大人拢爱随行，拢爱对咧行，其实大人嘛做忝。做忝，看一档一档过来。因为就是喜欢那种氛围。读国校4年的第一岁是客家人，爸爸讲伊坐过8届客家的夜工地，今年是头一届加入金东镇的夜工地。客家上光的，咖喱上杀的，就好耍。你第几届来？第3届，夜汤啊，就特别。地方认为，正做夜工地的行动，会当得到保庇，佮会当互人祝福。看到细汉坐过3科夜工地的后生，这妈妈带伊的查某囝来坐夜工地。黄俊义妈妈讲，这是一种互人真感动的传承。真欢喜啦！讲囡仔会当安尼传承，这算咱地方的大事嘛。因为囡仔愈来愈少嘛希望讲安尼继续一直落去安尼啊。小人乡是台南嘉义地区3档一届的地方大代志，真侪人规家伙仔大大细细拢动员，做伙来斗闹热求平安，一代传一代，各代苦话来创造生活的记忆，这嘛是传统信仰文化迷人甲真重要的力量。记者戴淑君、王志光台南采访报道。
伫咧加泰隆尼亚，一个语言毋若出现伫咧课本，遐是政策，嘛正做艺术，正做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稍等的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咱来去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甲马德里，看因的语言、看艺术、看文化，是安怎形成一个城市的面貌。这是巴塞隆纳的一间乐团的排练室。这几年受到关注的乐团 The Ludwig Band， 因选择用加泰语来创作，把生活、情感甲世代经验写伫咧歌曲内底。Historias cotidianas de, no sé, de temas universals, no sé, amor, amistad, enfado, enveja, desamor, no? I us explica històries. Perquè és la nostra llengua al final i suposo que és el mètode d'expressió millor per 语言嘛存在伫城市的文化符号当中，代表巴塞隆纳的历史建筑、圣家堂，也阁继续伫起。透过彩绘玻璃甲建筑的语言，展现各地甲信仰、大自然甲加泰隆尼亚文化的理念，结合伫咧教堂的生活。Associat a la Renaixença i a un renaixement cultural, a una reivindicació de la llengua. L'àrea de restaurar perquè cada cop es fa menys vitralls en general i em sembla que és una tècnica que s'ha de fer perdurar el temps. 艺术文化会当伫在地流传百年，不过人民若离开原地语言的环境，就无共款啊。伫马德里有真侪位加泰隆尼亚来的人，因离开故乡了后，敢阁会继续用加泰语，这甲因的自我价值的认同有真大的关系。I really am a strong defender of Catalan culture abroad, and every time I have the chance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about that, I'm explaining which is the real situation about the Catalan language, that it needs a big support, and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miss it. 为音乐创作到文化艺术，也有离开故乡了后日常的生活，语言伫无共领域展现出无共的命运。当语言互继续使用，伊就会当留落来。不过，变若离开大家的生活，无定着就会慢慢消失。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马德里采访报道。再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15度至22度。中部地区14度至26度，南部地区14度至29度，东部这边15度至25度，外岛地区10度至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青春的梦》，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